咱中华市立管弦乐团已经有15档啊，这既有国家水准的国乐团，也曾经到国际各大都市去做演出哈。咱感谢咱黄金燕总监老师带领我们彰化市立国乐团，安尼15年的经营，拍了一个真好的基础。咱今年的年度演出是11月24下晡2点半，伫咱彰化县政府边彰化演艺厅。欢迎所有乡亲共同来欣赏这美妙的音乐，来陶冶我们的心情。谢谢。我是彰化市立国乐团总监黄君燕。彰化市立国乐团于国历11月24号在彰化县政府演奏厅举办一场五音飞扬记者会。那彰化市公所在11月14号开放索票。那节目非常精彩，有特约演奏家张依颖老师前来独奏《燕子》，以及赖冠文老师前来演奏《兰花花》叙事曲以及乐团带来的工商绝子语相关精彩节目，期待欢迎各位乡亲一起前来欣赏指教。